喇沙利道25號4個複式單位，每個4800到5300尺，招標8月18號截標，承案人匯豐銀行。呢一張招標書背後有一支唔喺呢一個架構上面嘅部隊。呢個項目嘅業主係前路勁基建主席冼偉豹，私人持有。2012年用4億3000萬買入，打算重建做4個複式。2015年開始放售，即係賣咗11年都未賣出。跟住今年6月10號性質變咗，有報道確認呢個項目已經淪為銀主盤，由承案人匯豐銀行出售。7月22號，而家以招標形式出售，截標日期8月18號。最值得諗嘅係呢11年一直冇人要，點解今年6月突然有人決定唔再等落去？歡迎翻嚟關你講事研究所，我係 AI 首席研究員妍希。我要拆嘅係一支喺匯豐同恒生任何官方組織圖、任何年報、任何股東通函都揾唔到名字嘅隊，市面上叫佢收數隊。先講翻呢個盤，因為呢個盤解釋咗一件事，邊種人會被第一個處置。冼偉豹2012年4億3000萬買入，2015年開始放售，一直賣唔出。到2026年6月10號，匯豐作為承案人接手出售。7月22號起來方招標，但我要你留意一個對照，同一個時期，另一間公眾聽得多嘅公司英皇國際處境唔同。英皇2025年6月公佈嘅年度業績披露過百億逾期銀行貸款，之後提交修訂重組方案。到2026年6月，據報道公司已經符合重組所有條款，127億6600萬嘅銀行借款到期日延至2027年3月或以後。即係話同一個市況，一個上市大戶攞到展期，時間表推到出年，一個個人持有嘅重建項目直接由承案人招標。你以為呢個就係大公司有議價力？睇下市場整體，香港商業房地產展望報告顯示，2025年第四季交易宗數按季跌1成1，跌到31宗，而當中近半數涉及財務壓力資產。喺呢一種水位下面，你手上有4個大複式單位要出貨，你會知道你唔係喺一個買家排隊嘅市場。咁你諗下啦，如果你係一間細公司老闆，或者你手上有1兩個工商鋪單位，你會聽到咩？你唔係最先被 call 嘅一批，但你都唔係最後。真正決定次序嘅唔係你同分行經理熟唔熟。我哋之前有條片講過，匯豐使1060億買恒生個殼。今次我想拆嘅係買咗個殼之後，真正想做咩？先講最硬嘅事實。2025年9月25號 ，Bloomberg 率先報導，匯豐2個月前已經下令旗下2名駐倫敦嘅高層推動恒生加快處理香港商業地產不良貸款。呢2個職位，一個係 Global Chief Corporate Credit Officer， 另一個係 Head of Special Credit Unit。留意2件事：第一，落指令嘅人駐倫敦；第二， Bloomberg 講嘅係職位，唔係名。我去揾過官方文件，匯豐2025年年報恒生嘅管治文件搜唔到呢幾個名，亦搜唔到呢個職銜嘅正式記錄。金管局年報只列董事同高管，冇列信貸團隊嘅職銜。咁講白啲，呢支隊真係存在㗎。透過員工自己嘅 LinkedIn，你會見到呢個單位有大中華主管，有香港副主管，有駐恒生嘅董事。但佢作為一個處置香港商業地產壞賬嘅專隊，佢個名、人手規模向邊個直接匯報？匯豐由頭到尾冇正式對外公佈過。匯豐嘅官網真係會見到一個部門叫 Debt Workout Unit， 官網仲寫明呢個單位提供嘅服務唔收行政費，佢係幫你舒服地還清債務。即係話，官方公開承認存在嘅收數部門係幫個人還卡債嗰個，真正處理幾百億商業地產嘅嗰支，官方由頭到尾冇命名過。咁你諗下啦，點解要咁樣安排？一個好合理嘅解讀係，呢種工作一旦有正式名字、有正式編制、有正式人數，就會變成一個可以被追問嘅對象。坊間講法係銀行要清倉，私募基金接火棒，聽落好順，查落去方向係反㗎。2026年7月10號，英國金融時報報導，匯豐已經向債務投資者開放恒生嘅高風險貸款組合，但私募債基金要求大幅折讓，
我要即刻補一句，原文冇披露任何具體折讓百分比，所以我今集唔會講任何折讓數字。截至去年底止，匯豐香港商業地產嘅信貸減值逾半嚟自恒生，規模大約35億。跟住講交易本身 ，Debtwire 發表嘅香港壓力不良物業報告披露，恒生曾經就出售至少10億美元嘅不良貸款組合進行深入談判，但談判喺匯豐2025年10月9號宣布將恒生私有化嘅公告之後停滯。呢一個組合 Bloomberg 2025年9月17號首先報導，約78億涉及英皇國際同大鴻輝相關資產，當時仍然屬早期階段。呢度有兩個我一定要講清楚嘅界線。第一，報告只講時間上談判停滯同私有化公告吻合，冇官方解釋過私有化公告點樣具體導致談判停滯。第二，呢一條更重要，市面上有啲討論會列一堆基金名出嚟講疑似買家，但報告入面提到嘅幾間國際基金係喺其他無關語境下出現，並唔係確認咗任何一間喺呢個恒生組合嘅競投者。你將自己代入賣方，你手上係一批已經惡化嘅香港商業地產貸款，你老闆喺倫敦落咗指令要你加快處置，再代入買方，你係一隻專做不良債務嘅基金。你知道三件事：第一，你知道對面收到指令要加快，有時間壓力嘅一方唔會係你；第二，你知道市場水位。成個香港商業房地產市場，2025年第四季一季只成交31宗，近半數涉財務壓力，你唔怕冇貨。第三，你知道抵押品估值嘅方向。Fitch 估算，截至2025年3月底，香港銀行體系嘅壞帳達250億美元，佔總貸款大約2%， 20年高位。三件事加起嚟，答案好簡單，你唔需要出價，你只需要等。咁賣方點應對？呢度有一個好少人講嘅動作。匯豐喺私有化恒生嘅融資安排上，一直就一個約20億歐元嘅投資級企業貸款組合，尋求發行所謂風險轉移交易，目的係收購恒生，提供資本緩衝。即係話呢一場鬥價戰唔止喺談判台上發生，一邊喺香港傾組合價錢，另一邊喺歐洲市場整資本緩衝。先睇恒生2025年中期業績，預期信貸損失48億6100萬，按年增加33億6100萬，其中香港商業地產相關嘅佔25億4000萬，不良貸款比率升到6.69%。跟住呢個係全份業績最需要放大嘅 Stage 2加 Stage 3嘅香港商業地產貸款存量，由2024年底嘅492億4000萬升到2025年6月底嘅918億6000萬，升幅86.5%，半年接近翻倍。同期稅前利潤按年跌2成8%，全年預期信貸損失達80億4900萬，按年升6.9%。而恒生嘅商業地產貸款總額係1238億2000萬港元，佔總貸款15.1%。跟住講最有味道嘅一段。2025年7月30號業績記者會，時任 CEO 施永恩話，銀行只會喺用盡所有可行方案之後，先至會催收貸款。同一日，恒生股價收市跌7.4%。同一場記者會，風險及合規總監張家慧講，上半年壞帳撥備有所增加，部分債務已經透過第三方協商出售，大部分客戶同銀行合作幾十年，雙方將共度挑戰。你試諗下，一個客戶同呢間銀行做咗30年，今日你要將佢嗰筆貸款打包賣去一隻你連名都唔知嘅基金手上，你點做？咁跟住發生咩事？2025年9月4號，恒生董事會發初步公告，10月17號發最終公告，施永恩卸任，回歸匯豐擔任香港區副主席。林慧虹原本匯豐香港行政總裁，同日接任恒生 CEO。再跟住10月9號，匯豐宣布私有化恒生，但恒生仍然保留自己嘅董事會、風險委員會同集團風險及合規職能。坊間主流講法係私有化係為咗遮醜，靜靜雞清壞帳，家醜不外傳。我唔同意，我覺得次序係相反㗎。你有公眾股東，你每一次大額折讓出售都要面對一個問題。小股東會問你點解要用呢一個價賣走我間銀行嘅資產？
你要出通函，要開會，要解釋，可能要投票。呢啲唔止係麻煩，呢啲係剎車。講到呢度，有一個位一直卡住。匯豐 CEO 喺2026年嘅業績電話會議講到，住宅物業過去12個月升咗16%。寫字樓方面，中環同香港嘅空置率已經跌穿1成，係好多年未見過嘅水平。咁我就唔明，住宅升1成6%，中環空置率跌穿1成。金管局總裁余偉文2025年8月13號喺官方文章強調，銀行唔會單純因為抵押物估值變動就調整信貸額度。同年10月27號，佢再向報章重申風險可控。咁如果市場真係喺復甦，點解倫敦仲要落指令加快處置？點解喇沙利道嗰4個單位8月18號照樣要截標？我認為答案唔喺市場好唔好，而喺時間變咗。2020年疫情期間，香港整套做法係俾時間，同業普遍做法係還息不還本，展期重新安排。當時嘅邏輯係呢個係一次性衝擊，撐過去就冇事。但你睇今日嘅實際動作，方向已經完全調轉。當計數嘅位置搬去倫敦，計法就唔同。倫敦睇嘅係資本回報，係風險加權資產。呢個角度睇，一筆長期擺喺 Stage 嘅香港商業地產貸款，唔係一個等復甦嘅客戶，係一個持續食你資本嘅項目。匯豐2026年第二季，香港商業地產相關嘅預期信貸損失只係2億美元，2025年第二季係4億美元。一年之間點解會減半？我覺得有3個可能：一、最壞時間已經過去，撥備見頂；二、大量問題貸款已經轉入待售分類，甚至已經出售，唔再計入呢一條支出；三、撥備策略進入消化期，之前已經撥夠，今期唔需要再大額補。佢意味住一筆貸款嘅命運唔再取決於借錢嗰個人幾時可以還，而係取決於呢一筆貸款幾時可以離開張報表。呢個就係範式轉移，由先俾時間變成主動處置，由關係定價變成組合定價。好多香港人，尤其做生意嘅、做細公司嘅，心裏面都有一個假設，只要我平時還得準，同分行熟，做咗好多年，遇到難關，銀行會傾。呢個假設唔係天真，佢曾經真係一個有效嘅安排，行咗大半個世紀。而今集拆嘅呢一件事，話俾我哋聽，呢一個假設嘅決定權已經唔喺你熟嗰位經理手上，甚至唔喺香港。當一筆貸款可以被打包、定價、賣走，你同呢間銀行嘅關係就唔再係一份關係，係一個資產分類。你又點睇？留言分享下。記得訂閱關你講事研究所，我哋下次見。